由大台南中市中青会理事长张惠芳主持，带领多位中青干部做伙祭拜中市先祖，宣扬孝道精神。请全体中青肃立，向堂上列祖列宗、祖公祖妈之神位行最敬，一礼鞠躬。这几档的疫情，和亲朋好友减少了真侪团聚机会。中市中青会希望借由活动的举办，和大家会当互相联络感情。过去的几年呢，我们知道疫情的关系，还有因为这个通货膨胀的关系，大家生活的比较辛苦。那希望呢，借着大家力气呢，在这边互相呢这个加油打气，互相呢这个祝福。那希望新的一年呢，大家不管在事业上、身体上、学业上呢，大家都能够各司所需哈，然后大家都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然后银行存款呢的钱呢，永远吐也吐不完。这次的活动，也有邀请台湾中市中青总会2位总长莅临指导通关。今年的兔年大家能够突飞猛进，能够宏图大展能够大家这个新年这个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各位都能够发大财。今天他们特别办的这个晚会很高兴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庆祝我们台南继续发展，继续努力他办得很好了。为增加活动趣味，中青会也有安排歌唱以及约定美活动，欢乐的气氛也让每一位参与的朋友拢笑容满满。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